真正嘅中國武術擊倒敵人並非全部，當中蘊含咗高深嘅東方哲學。止戈為武，以德服人，修身更要修心。門派之別唔應該為學武之人加上重重羈絆。門派之間應該要團結一致，化身成壯大武術嘅支柱。香港承接咗中華武術重要器物臥虎藏龍，佢哋當然責無旁貸。全城奪標之武林大會就係本住呢個信念而誕生。有請各路高手。天下太極出自武當，而家我哋有請武當太極拳第15代正宗傳人、武當學院院長袁一道人為我哋示範武當太極拳道。武當由張三豐真人所創立，武當嘅武術以道為指導，以自然為神韻，以養生為內涵。武當拳法係屬於內家拳法，勁力由丹田而發。睇嚟柔弱，其實係蘊含強大嘅打擊力。武當武術匯合太極陰陽、五行同八卦嘅精髓。五行拳係武當30多種拳法之一，以五行嘅形態、性能、方位為基準，將基本拳式組成五行系統，作為拳式嘅基本元素。武當武術講求鬆靜自然，外柔內剛，行功走勢猶如浮雲流水，連綿不絕。就好似呢一套八卦掌咁，掌法不立招式，以八卦嘅變易、生克變化嘅道理組合攻防，結構嚴謹。